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7，箴言21篇31节安尼讲：马是为着交战的日准备，毋过胜利是上主的决定。三甲来祈祷，决定阮胜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立理甲掌管一切的上帝，你是互日月星辰、万物照时运转的天父。徛起伫地极的人，因为你的心业来行行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拢欢喜。你发出你的神，因就受创造。你互地面换做新。主啊，阮的心常常计划伊家己的路，阮掠做靠家己的努力甲准备，就通改变一切。总是独独你定着阮的脚步，只有你的旨意才会稳当。主啊，阮知马是为着交战的日准备，毋过胜利是主你的决定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立理甲掌管一切的上帝。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虽然有好的准备，毋过会通得胜，乃是上主伊的决定。愿主赐咱智慧，行伫伊所欢喜的路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